哎呀，哪里是我要啊，是我那妹妹要的呀。妹妹喜欢这样。我那妹妹啊，本来是喜欢你的，因为人家是女子做不了数学家，她就偏要理科。行啊，大家没有别的，营修这项又喜欢到这样了。看到咱小弟兴高自由，好如走在笼中的云霄，有比难比呀！哦，是我大人在下县正业。哟，妹妹也在这里呀。哥哥，妹妹啊，那这是剑秋兄送给你的这钥匙。啊，谢谢肖先生。
哟，今天嘞是特地考考儿子的。哦呀，那就请进吧。先生，你先坐一位，我去烧点水。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彩莲。那弟弟呢？弟弟叫宝宝。彩莲，来，小宝宝，你跟我爸爸是同学？是啊，我们还是很要好的同班同学呢。你爸爸没有病愈，绝对本革命军去了。那小宝宝，你也是革命军了？妈妈。彩莲，小先生，请喝水。哦，谢谢。彩莲，今年几岁了8岁了。哦，读书了吧？没有。那你想不想读书啊？小宝宝，美丽好像红烛灯，梦里进了衙门，念书的字又唱过，爸爸夸我考聪明，心里爸爸不见了，你爱人会真正经，我的孩子命太苦，只有愿你多自生。小彩莲泪汪汪，我去了，有心匆匆背过哀伤。自傲兄为国牺牲最敬仰，苦有血尽到家乡，因为他救了他，去的还在军帽堂，不来不去是一场，去上海凝血尽，不知土地革命那女人可怎么生我呀？一生爱你常有笑，后来生气都是光，苦有几分天后定，从今后还有一张农家头，既不帮用，我能猜上。苦有亲戚好比
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你啊，这2块这里生活，有的无费用，只有5人的。我非是自豪在天有灵。本少，今天我就带彩铃去上药。妈妈，彩铃，妈妈，小心！彩铃，来。寡妇们这无用身上啊，他心人。本少本领真不小，不用再生啊，自己生。小寡妇生来巧，教父先生迷上了。哎呀，你们不要乱说，本少啊不是这种人。咦，喜极，真喜极，有趣。小妹妹啊，年龄起好了没有啊？天灵，这就是老妖子。老妖子，快起来！快出去过老子啊！这位是许先生，许先生。这位是方先生，方先生。这位是老先生，老先生，你来上月了，叫我老弟弟好了。老弟弟，快来这么快，我领他到小库房去。哦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哎，小先生，小先生真是，哈哈哈哈！菩萨心上迎传句，请问你何方人生？什么是你呀？什么是你？不知道。没呀，他没有。举目见灵魂，心到此去，诸尘不是你。我相信教育举风，哎呀，了也是我心中之意。我相信神你举风，此信仰是本是你，本本敬仰孙先生，最心梦三明是你。小先生最暖唱歌，胸怀大志必成吉。你莫非新娘啊，红毯是你。
诸位，小妹成婚本是玩笑啊，不好意思。可笑，小小无用真，夫人关切之方，有钱的无钱，有钱的无钱。简先生可是既有钱又有钱啊！对，亲生犯错。欣赏你，欣赏你，你是他，娘母你才有好，你是他，敬佩你光神魂，你是他，喜欢你貌似天仙，心比天高，你是他。别无闹了，大。
结帮女不难。究竟他娘不顾开杀人儿票，为兵父母后，其他美风景里，插花轿迎来新娘哩。谢先生，千万不要当真，表妹真慌啊，真玩笑。哥哥，哥哥，你以为简先生他真的会当真吗？谁不知道他是你毛伯伯的铁公鸡，小气鬼！你，哪有大哥就放弃小妹表？哎呀，谢先生，哎呀，请我解释啊，谢先生。谢先生，不，谢先生。干嘛？哎呀，小先生真是生而不如出其不顺呐！小先生，我没有救其他样，再有一门小人，一枚小弟胜过大洋，救亲到了。自红公主会上不得一人，到了一归后家都是亲近，劝君子儿莫自轻，修个帮门，当君临城。小先生。家女早已是情分你死了心，我晓得心里恰在哭泣，我问他好事没
突然死昏昏，他把我当作姑姑出心子，哪知我是关心我不讲我啊！
不用挣扎，不用开，我不去成家开花旗大美，边中山亲娘娘，保卫一个美人啊！送他安定在您呢，真的安定。并肩红娘本色定。妹妹，你请好好闻。好。女儿，你回来了。妈，今晨你答应要见家，为了见家的聘金，怎么你已经知道了？啊，女孩啊，若你曾经开高家，在空中问你不问家，难得是门当户对人也好，年轻人一片真情无虚假，答应你留洋刻骨去，每年3天挣一花，还是为3岁让花家。30岁别成亲。是啊，他又不是去帮人，没有资格来提亲。是啊。那这帮的肖先生为什么不来提亲？妈，不管谁来提亲，可事关小妹的终身大事，你也该先问他一问啊。怎么？我是当家人，女孩的婚事不做娘的，难道不能做主？但也好，这次也罢，反正我就是不嫁。这是你自己公开证婚，怎么可以？这事就定了。妈。女儿，我苦力。女儿啊，妈不是老封建老顽固，谁不是你妈妈是无庸正当最开明的？妈，并非凡事都可依理，可是终身大事得听我的啊！妈，你看，莫看，哎，你不要忘了。天下是你们耀东卫的一大股东，这谁不起？你是忠义要长，彩虹拿婚这种贪财事，到家是做不出的。是。哥哥，这3000银票你拿去，快把喜事办好。妈，你商量商量嘛，这。哥哥，要是给小妹到天家去，小妹只有一死了。妹妹，大
兄，大家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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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兄，给你别坐起来，俺管你没不关系。这里送来婚纱，大是纪念西洋婚礼，大声堂儿女。简先生，哦，真是老弟。天下之城来有天，人生是谁愿身边？强爱女的奈何贵，强扭之国不为赢啊！大丫头，这话什么意思？真心老弟。原谅小妹不懂事，玩笑少别人不亲。原谅讨家色里你配外甥，贴离婚纱你飘散情。大小子，婚姻大事，妻苦儿妻，到他已经答应了，妻苦成事。真心老弟啊，我家小妹的婚日要由他自己所知，家母和我都奈何不得，万请简先生多多谅解啊。谅解什么？我知道，另有原因。另有原因？哎呀呀呀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是啊，万事没有。好，今日不在，负心之家，我要是再自杀。不，哎呀呀呀，真心老弟，他们真心挽留，挽求钱先生三思啊！不用三思，我家子路有牙的股本，一样成这些老弟啊，且听你撤回股本，那我家小妹的婚日，我也绝不答应。你好，这妹妹，哥哥，好哥哥啊！有你这个妹妹呀，我真是心思修来的呀。哥哥，哎呦，彩玲啊，你读书去啦？哎呦，这书包真漂亮嘛！谁买给你的呀？小爸爸给我买的，小爸爸当去你家，当去的，小爸爸喜欢你吗？喜欢，你喜欢小宝宝吗？喜欢，你妈妈喜欢小宝宝吗？喜欢。哦，哎呀，哎，喜欢好，哎，喜欢好，哎，喜欢好。好的，好的，什么花不采花，不去不采没有的，只好去找。一帮青菜花，你想去采不用啊花，他去采不用花，你们干什么？
不要怕，我们常有去。彩丽，彩丽，哎，小彩丽，小先生，你的款款是上面些什么样子呀？哎呀，叶先生，叶先生，你的款款是上面到底写的什么呀？小生无用后欲开，一个教子为相累，两仪种种之阴谋，一同肮脏为贵听。最棒的小花母女。周水跑的小寡妇，玉水万八无用财，此人他不屈辱了，如想不过1百万；此人他不屈辱了，如想不过200万。早起时。
没有去上药？去过了。去过了？哪有这样早放药的呢？我自己回来了。自己回来了？不好好读书，回来做什么？啊？我不想去了。不想去了？为什么？妈妈，我不要读书了，让我在家里带弟弟吧。哎，你这孩子好不懂事，你爸爸天盯着晚盯着要你读书，小伯伯身体田用供你上药，怎么？你现在忘记了？啊，妈妈，你不要问了，我不想去。你这个不要不争气的孩子，妈妈，我今天非要帮你读书。妈妈不要为什么要去读书？不要，妈妈不生气了。骂你什么？妈，我找了个野爸爸。妈妈，你怎么了？妈妈，会不会这里不好？妈妈。
彩丽呀，刚才妈妈有没有当错你呀？没有，妈妈，彩丽就去老远，彩丽。我们过去的，我们再也不去了。妈妈，你连到里面去个沟口去了。你快走吧！
求求你快回学堂去吧，回学堂去吧，你快回学校去。凯莉，小宝宝，凯莉，你快开门，快跟我上楼去。凯莉，你为什么不开门？难道你不要小宝宝了？凯莉，妈妈是小宝宝是好人，小母生是对母亲，小宝宝是恩人，举母一家常在心，马家母既是大真不一定能佩林不怕我马生救妈妈，闺女们听听小心眼神，小心眼神。哟，小先生你真可怜啊，喊了半天门也没有开。哎呀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这叫先出闭门刚睡，还交代就色才有味道嘞。小宝宝，凯莉，小宝宝，小宝宝，凯莉，我们上游去啊。孩子怎么了，宝宝？哎呀，小先生。呀，说这么严，不能耽搁，我快送他去正上医院。肖先生，不用送医院，你们这里朗诵。本少，我自己回去请的。我去请个医生吧。肖先生，你回学校去吧。自己。你拿去。不，哎呀，这孩子快点，要紧啊！哎呀。
姐，大表弟，表弟真正骂他你，别骂。田先生，你不是初为孤本，不再成教了吗？大表弟，大表弟，我实在一时糊涂，还请大表弟谅解。谅解？我谅解你什么？我是说你和肖先生的事，曾是府中真有啊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肖先生真个大好人呐！肖先生一副好兵啊，令人敬佩有敬仰。肖先生一家家一定夫妻平hòa爱自长，他有文章比两啊用。天大地的西人大这不可能！大小弟，大小弟，大表弟，他是在风传千里，美得同城更比亮，外表敬意风和力。无人他无法那样，手拿婚事千家真有此事？哎，人啊都知道了，信不信由你。我可是一片痴情，为你好，得来告诉你的。我才不信！不行，你去问肖先生本人，你问他前天晚上是在家的。大小弟，保重，我走了。肖哥哥，兰，怎么了？前天晚上你到哪里去了？前天晚上？哦，小宝病了，高烧不退，我啊就在文嫂家睡了一夜。睡了一夜？这是真的？是啊，是真的。不了专门亲自分，这次西边你也行，如今你那位走一年，来到你面对姑姑能不行？总比家，一动有钱奶奶一苦心，那为何等他流言乱纷纷？我相信曾经不为忘记咱。情字音很小心，曾回了桥，有心不过台帮分。小哥哥。你的信件也是本于之来的真情呢。这里还有名国的跑，我们当第一次前后来表达会在广州
召开，共产党领导人林伯渠、李大钊、毛泽东等参加了大会。孙中山先生接受了反帝、反封建的纲领，确立了联盟、联共、扶助农工的方针。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看你高兴的。那星期日编辑部已搬到广州去了。暖房，已是春暖花开，可是这里还是温热滚滚啊！不，这里也有浪漫的春天，是我们的春天，秋过阳。你帮我找到了星辰，你帮我追回了生命，明知只得放前暖，换到平地西同心，成为咱房子交代风雨与事情，数量公才好，其实来消灯，光明正大。不怕尘埃西方灯，西方灯，来美。两只小蜜蜂呀，飞到草丛中呀，飞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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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到花丛中，飞到花丛中。老弟弟，啊，彩铃，我想早点回家。彩铃，我没有放学回家做什么？是啊，家里有什么事吗？妈妈不让我告诉小宝宝。哦，彩铃，那你告诉宝弟弟好吗？宝弟弟，弟弟已经2天没有吃东西了。你听我的赶快，我想接弟弟吃。弟弟的病我还没有好。晚日不好，那你快回去吧啊！我现在快快去。好，我到楼上下去快快啊。妈妈，找弟弟给我的赶快，我接弟弟。宝儿可怜啊，弟弟没有话。哦，宝儿是我了。宝儿乖，宝儿下面走。妈妈，你嘴里没有完吗？宝儿笑了，
了，马儿下了。弟弟在哪里啊？妈妈，弟弟到哪里去了呀？啊，弟弟呢？弟弟。
下为娘一不哭。好好的，他晚早的我想你，哎呦，这样对我不好，我不该把他的大秘书取下来，要是说这个让医院就好了，怪我，都怪我，我刚刚叫他做了一双副队啊。想起他死一次，晚上，谁是他副队啊？多谢你。把他带出去，他是这样对你，不会的，对你不为了。晚上。上
些苦养家，菜上羊肉能无亏。熬过海工厂一道，苦尽过来是故友。这道题总该好好活下去。福禄罪，万苦该家没家哎，该家自尽不行终身罪，到一个苦靠来人相知相爱怕怕家的救命恩人，你的大恩大德，我们这辈子会报得不尽。小先生，要是今人不言弃，我们母女心甘情愿一生一世为我为用慈为你。哎呀！文少，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？小先生，你看，我都是了些什么呀？马翠丽，你总归喜欢吧？当然喜欢。要是喜欢，就让他留在你的身边，做个小丫头，报得你的大恩。大德，小宝宝，哎呀，小先生，我求求你了。文少，你听我说。哎呀，文少，小哥哥，来，哎呀，你来得正好。小宝死了，你快去劝劝文少。文少，你我彩莲，还是到我家去死几天吧。我妈妈和哥哥都欢迎你们。不麻烦了。文少，岛兰妹妹是真心的一请你，你就去吧。哪有死了孩子死到别人家去的道理？文少，要不让彩莲跟你们去吧。妈妈。妈妈真有什么，你也不要难过。小伯伯与大弟弟，他们会对你好，他们比听妈还要听。妈妈。去吧。
去吧，妈妈。多好的一对呀！悲可怜，一生悲痛，关长坡，生死茫茫，谁来救援？谁来救
我是来看看翠玲的，她睡了吗？哭了很久，刚刚睡着。梦里我喊着爸爸呢，梦里我喊着爸爸，醒了就吵了要回家。来，来。你坐下。我想告诉你，告诉我什么？哎呀，你快睡呀！我是不是就当着要来提亲了？来，我想过。你心里想是什么，就是什么吗？
人生太苦累了，他撑不住，他会绝望，会在死路的。想了很久，别无他法，只有用最根本的办法去救赎他。什么办法？啊！我决定娶她回去。你是什么？我要与文少结婚。你不要开这样的玩笑，我不是害
中的引路，追寻寻，闻到天老八十岁，相逢一个寂寞老不老不你相公公，深藏心中哎，牢牢叨叨藏心宫，藏心宫。
为我